一、二、三、四，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它便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嗨，大家好，欢迎到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介绍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的经典老歌《我愿意》很多位同学呢希望老师来介绍这首歌特别来把歌谱准备一下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作词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黄国伦老师写了也很多种歌曲而且他自己也蛮会唱的这是一首 C 大调的歌曲就是我们看到大谱表上面的C 的这个键呢这边两个黑键的左边的这个键就是 C 弹下去我们要唱哆这首歌是 C 大调那这个它是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啦这个4分音符当做1拍，同时呢这个歌谱上面告诉我们4分音符等于86，是说1分钟有86拍。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首歌。来，1、2、3、4 ，So So Mi Re Do Re Mi Re Re Do。So So Mi Re Do Re Mi Re Re Do La Do La La So 2、3、4，来，我们从头来。So So Mi Re Do Re， 来，这个思念呢是第1拍的后半拍，所以前面呢要停半拍。So So Mi Re Do Re， 一种的种有1拍其他的都是半拍半拍的。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很玄的东西。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啦哆啦啦哆啦2、3啦哆啦2、3，如影如影，拉嗦2、3、4，拉嗦2、3、4，我们从如影来接，拉哆拉2、3，拉嗦拉嗦2、3、4，如影随形，如影随形，从头。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2、3、4 So So Mi Re Do Re Mi Re Re Do， 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这个 So So Mi Re Do Re Mi Re Re Do， 这个第2行这一段的这个歌谱呢，旋律呢跟上面完全一样，不过歌词不一样，对不对？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拉哆拉，哎，又拉哆拉啦。转眼，转眼，转眼，上面是如影，如影。随行，下面呢？转眼，瑞，这个吞没的吞呢是后半拍，瑞咪，瑞咪咪一拍，瑞半拍，瑞咪瑞发咪瑞哆发半拍。但是有一个连接线连到后面的这个半拍这瑞咪瑞发咪瑞哆，瑞咪瑞发咪瑞哆，在除了自己的发之外，后面还有一个发要连，对不对？这一条弯弯的线叫连接线。瑞咪瑞发咪瑞哆，吞没我在寂寞里，吞没我在寂寞里。我们从无声无息来接，无声又无息，涂抹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来，接着我们来唱第3行了。哆哆哆瑞哆，哆西啦啦嗦咪瑞哆。来，再来一次，来，哆哆哆瑞哆，哆西啦啦嗦咪瑞哆。这个夜里的里呢，跟这个我在寂寞里的这个在一样要拖长半拍到下一拍来。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咪瑞哆，哦哦哦哦哦哦，这里有3个音要唱哦哦哦了来。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哆哆哆瑞哆瑞咪，哆哆哆瑞哆瑞咪，2、3、4，想你到无法呼吸，想你到无法呼吸。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来，我们从这个从头思念是一种来接来，1、2、3、4，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行2、3、4，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的无法呼吸。好，接下来第4行来，哆哆哆瑞哆，哆西啦啦嗦，哆哆哆瑞哆，哆西啦啦嗦。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哆哆啦咪哆瑞，哆哆啦咪哆瑞，大声地告诉你，大声地告诉你。好，来，恨不能来，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跟同学报告一下了，这个朝，你看，恨不能立即，这是中音的哆，这个朝呢，头顶上有一点的哆，要跳高8度呢。我建议大家，恨不能立即朝这个朝的地方，核心要 hold 住，就是肚子要用力了肚子用力，喉咙放松这个嘴巴张大了，朝你狂奔去，声音才会唱上高音，才会够上去来。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哆哆啦咪哆瑞，朝你大声地告诉你，大声地告诉你，大声地告诉你。我不是用哼的啊，这里是对不对？咪咪瑞，还恨不能来，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这个朝呢朝，我建议加一个转音来，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好，到这里主歌就唱完了，接下来呢就是副歌了哈。副歌就是一直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好，来我们来看副歌。嗦咪瑞哆，嗦咪瑞哆。来，这里第一遍呢，愿意为你，为你一拍一拍。再来呢，我愿意为你。再来后面的为你都是为长你短啊，有没有？为有附点啊，我愿意为你又是有附点的，对不对啊？所以后面都是有附点的哈。所以第一遍呢是没有附点，一拍一拍，嗦咪瑞哆，嗦咪瑞哆，哆哆西西啦，嗦啦嗦咪嗦。这样有点长，来我们唱到我愿意就好了。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再一次来。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哆哆西西啦，嗦啦嗦咪嗦，哆哆西西啦，嗦啦嗦咪嗦。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哆哆西西啦，嗦嗦哆咪瑞哆，哆哆西西啦，嗦嗦哆咪瑞哆。再一次来唱歌词，来。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再一次，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咪发咪哆啦哆啦嗦二，咪发咪哆啦哆啦嗦二。这边呢，失去世界也不可取。这个失是后半拍哦，来，失去世界也不可惜，失去世界也不可惜。二愿意，这个可不可惜呢？再来呢，停半拍呢，嗦嗦咪，嗦嗦咪呢要跳高8度，前面这个也是一样来，嗦嗦咪，然后要反复记号，这个是反复记号的终点，那起点在哪里？在这里啊，所以就是从副歌再从唱到这边呢，是反复从副歌的前面又来来，我们来把副歌连起来唱来。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二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唱第二遍的时候要唱第二行歌词，来，我们从这里来。我愿意为你北方诸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唱到这边呢，接下去这里是高帽之一。我们知道反复的碰到反复的时候，第一遍唱高帽之一，那第二遍呢要唱高帽子二。高帽子二在哪里？在这里来，
只要你真心来与我回应。发咪哆啦哆，发咪哆啦哆瑞哆2、3、4，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来，我们把第2遍再唱一次，来，从这里，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北方诸天际。只要你真心来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2、3、4，唱到这边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间奏8小节，然后呢，看到一个 C 钮，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哈。这个 C 钮呢有一个特性，就是你看到 C 钮的时候呢，请向后转，就是回头啦，去找另一个 C 钮在哪里哈。我们第一遍第一遍唱到这边，什么都愿意为你，然后间奏8小节来 C 钮回转来看在这里第3行的地方，所以不是从思念思忆中不是而来，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你。很抱歉呢，我每次都特别是夜里，我把里这个呢再唱成里的，不是要这里是来，我们从这里再来一次来。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北方诸天际，只要你真心来与我回应。唱第1遍这个第2遍的时候一样呢，要跳到这边这个本来第2遍是跳这边，但是我们已经唱第2段了，对不对？所以呢，最后一次呢，来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有没有这个要第2遍要跳这里，什么都愿。不过唱到这边看到一个突扣打，那怎么办？那就要去找扣打了，在这里什么都愿意发咪哆啦哆瑞哆2、3、4，跟刚才唱第1遍的这个什么都愿意为你不一样来，什么都愿不对，在这里，只要你真心来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2、3、4，停停停停停停停，咪发咪哆啦哆，发咪哆啦哆瑞哆2、3、4。我们把最后这一行再唱一遍来。咪发咪哆啦哆发咪哆啦哆瑞哆2、3、4，我什么都为你，什么对不起，我什么都为你，什么都愿意为你。很想念歌谱给大家，忘了念就唱了。来，我什么都为你，什么都愿意为你，我什么都为你，什么都愿意
为你二三四停。所以这首歌呢要反复唱2遍啊。不过呢，这个后段的地方啊是要反复的哈。然后还有我们唱第2遍的时候哈，唱这里哈，只要你真，哈哈哈哈，一下子找不到音了，来，只要你真心来与我回应，来，这里什么都愿意，来，接下跳乌龟来，什么都愿意为你23 4，停停停停停停停，我什么都为你，什么都愿意为你停。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我愿意。这是虽然呢是老歌啊，这是王菲小姐呢经典的金曲啊，好多同学推荐呢要求希望来学唱这首歌了他们说呢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副歌的地方呢有的要附点了，我愿意为你啊，有的又我愿意为你，那是因为你手上没有谱啦，我们现在手上有谱，一看就很清楚，有没有啊？我愿意为你，只有第1遍呢愿意为你是一拍一拍，其他的我愿意为你都是有附点，我愿意为你又有附点那这边呢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这是后面的后段，不是歌曲中的，所以这里就是一拍一拍。还有这边什么都愿意为你，这里也是有附点，有没有长短拍这边呢我什么都为你，什么都愿意为你2 3 4停这一首王菲小姐的经典金曲我愿意就介绍给大家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